5月31開始，交通部甲坐貨人的駕照審驗年會降到70歲。不過，台南佇27彎道的時陣，閣再發生一件坐貨人塞車意外。一個77歲婦人人塞車，這車輛失去控制，先撞到2台車，閣再撞入去超商，落尾駛出來撞到安全島，車就停在咧路中。警方表示講，因為這駕駛是坐貨人，到底是無細膩，或者是身體無爽快，這部分攏需要調查。27彎道台南市北區的中華北路，一台轎車一路北區弄入去超商內底，附近的民眾聽到嘣一聲，攏走出來看。過無20秒，這台車佫衝出來弄安全島，路尾才佫北區停佇咧路中。這台車甲超商的大門攏歪去，玻璃破去，冷凍廚火架嘛攏甲歪高起出，涼水死鏽啊落甲規塗骹。店內有民眾甲規個過程看現現，加在人閃故里，不如個驚一個真正力。我都停車，互迄台車弄啊密密麻麻。啊，你人夠安那無？我無安那，我就是無安那，我就是。啊是啥物狀況？是安那？我就唔知，我就佇內底啊。弄入去，佮你啊旋轉，佮弄出去啊。只是先撞那邊的車子，然後佮倒退路環陳家瑞，啊陳家了停一下，佮轉頭佮來弄這邊。我佇遐想講，伊會弄啊，阮遮吼，阮逐個愛白叫無。民眾講塞車是坐貨人，超商是伊弄到的第2搭。警方也證實，塞車是77歲姓王的婦人人，車頂有載一個人。因佇超商對面車路先弄到2台車了後，則佫北區弄入來超商。加在除了駕駛甲乘客2人以外，無其他人受傷。警方講，因為是坐貨人塞車，到底是一時緊張維護環境，還是身體無爽快造成的，佫需要等待進一步的釐清。經查無酒駕情形，案由本分局調查處理中。警方表示，77歲姓王的駕駛駕照無問題，不過若照交通部上新的規定，對31起除了駕照審驗的年紀降到70歲以外，75歲以上的駕駛駕照3年愛審驗1屆，閣愛通過體檢、認知測驗，參加2點鐘的講習。希望透過新制度，會當提升坐貨人塞車的安全性。記者李新武、柯嘉如、柯昭陽台南採訪報道。